好，弟兄姐妹早上好。今弟兄姊妹早晨，天我們今日我今哋分享嘅係馬可福音的11章，馬可福音11章。馬可福音的1到10章馬可福音1到10章都是在講耶穌出來傳道以後，係講耶穌出嚟傳道之後，在各個鄉村的事跡。喺各個鄉村嘅事情。在11章之前，11章之前呢，他呢就是一路向着耶路撒冷走，就一路向住耶路撒冷走。那就在這一章呢就進到了耶路撒冷，今日呢一章就入到耶路撒冷啦，也是進到了當時以色列人敬拜和信仰的核心地帶。係進到當時以色列人敬拜同埋信仰嘅中心。耶穌在地上3年半的服侍，耶穌喺地上3年半嘅服侍，在第11章進入了尾聲。11章進入到尾聲。過不了多久，耶穌就會被捉拿和釘十字架。冇幾耐咧，耶穌就要被捉拿釘十字架啦。第11章的11節，11章11節講到耶穌進入耶路撒冷，講到耶穌進入耶路撒冷。按照當時的日子來計算，那天是星期日。按當時嘅日子計算係星期日，是逾越節前的一個星期，係逾越節前嘅一個星期，也是耶穌在地上的最後一個星期，亦都係耶穌喺地上嘅最後一個星期。那我給今天經文的題目是，我俾今日經文題目係如何迎接我們的王。如何迎接王？第一點，君王進城謙卑騎驢。君王進城謙卑騎驢。是第1節到第11節，1到11節。在第1節和第2節的當中，第1、第2節，耶穌打發2個門徒去對面村子裡，耶穌打發2個門徒去對面嘅村，要牽一匹從來沒人騎過的驢駒過來，要牽一匹咧從來冇人騎過嘅驢駒過嚟。耶穌特意安排自己騎驢駒進入耶路撒冷。耶穌特意安排自己騎驢駒進入耶路撒冷，是為了應驗舊約撒迦利亞書9章9節的預言，係應驗舊約嘅撒迦利亞書9章9節嘅應驗。就是西安的民啊，應當大大喜樂；錫安嘅民啊，應當大大喜樂；耶路撒冷的民啊，應當歡呼；耶路撒冷嘅民啊，應當歡呼。看啊，你的王來到這裡，看啊，你嘅王來到這裡，他是公義的，並且施行拯救。佢係公義嘅，並且施行拯救。謙謙和和的騎着驢，謙謙和和嘅騎着驢，就是騎着驢的駒子，就係騎着驢嘅駒子。那在耶穌進入耶路撒冷的這一天，喺耶穌進入耶路撒冷呢一日，這個預言就成就了。呢個預言就成就啦。這是一個神蹟，呢個係一個神蹟嚟嘅。門徒照着耶穌的話，把驢駒子帶來。門徒咧，藉住耶穌嘅話咧，將驢駒帶嚟。跟主人說主要用它，跟主人講咧，主要用佢啊。那事情的每一個細節就是按照耶穌所說的發生了。事情嘅每一個細節按住耶穌所講嘅發生咗。那耶穌騎驢駒也是很有特別意思的。耶穌騎驢駒都有特別意思。在民數記的12章2節，民數記12章2節和申命記的21章3節，申命記21章3節講到了獻給神用於聖工的牲畜。講到獻俾神要用到聖工嘅牲畜，是必須未曾負軛、未被使用的，係必須未曾負軛、未曾使用過嘅。所以這批未曾負軛的小驢駒是專門為耶穌保留的。所以呢一隻未曾負軛嘅小驢駒係專為耶穌保留，是為了完成耶穌的使命，係為咗完成耶穌嘅使命。在當時的文化當中，馬象徵的征服與武力，馬咧係要做苦力，是象徵的征服與武力，係象徵征服同埋武力。而驢呢，象徵的是和平與謙卑。驢咧就係象徵咧和平同埋謙卑。在第7到第10節，7到10節，百姓鋪衣服，百姓咧就除咗啲衫，砍樹枝，冚低啲樹枝，將衣服鋪在地上，將衣服咧鋪喺地上面。這是一個歡迎君王的儀式。呢個係歡迎君王嘅儀式。他們歡迎耶穌進城，佢哋歡迎耶穌進城，並且喊着高高在上何撒那，並且喊住講高高在上和撒那。
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。奉主名來嘅係應當稱頌嘅。但是呢，百姓所期待的，但百姓所期待嘅咧，是好像大衛王一樣，就好似大衛王一樣，可以帶領以色列人征戰，可以帶領以色列人征戰，脫離羅馬統治的君王，脫離羅馬統治嘅君王，而不是一位謙謙和和，而唔係一個咧謙謙和和，騎着驢駒為人捨命釘十字架的救主，騎住驢駒為人捨命釘十字架嘅救主。百姓所期待的王是可以改變他們環境的王，百姓所期待嘅王咧係可以改變佢哋環境嘅王，而不是可以改變人生命的救主。唔係咧可以改變人生命嘅救主。所以我們看到現在高喊何撒那的，所以我哋睇到咧而家喊住咧和撒那嘅人，那和幾天以後喊着釘他十字架的，同埋幾日之後咧喊住要釘佢十字架嘅，其實是同一班人。其實咧係同一班人。那我們呢，也不要覺得自己比這班百姓強。我哋咧又唔好覺得咧自己比呢班百姓強。當我們來檢視自己的生命，當我哋去解釋自己嘅生命，我們也會發現，我們常常禱告都是期待神來改變我們的環境。我哋發現咧，我哋時時嘅祈禱咧都係求神嚟改變我哋嘅環境，救我們脫離痛苦的境地，救我哋脫離痛苦嘅境地。但是當神的話語、神的帶領，但係當神嘅話語、神嘅帶領，或者是權柄的教導，或者係權柄嘅教導，是要讓我們生命改變，要讓我哋生命改變，讓我們謙卑順服，讓我哋謙卑順服，溫柔忍耐、饒恕，溫柔忍耐、饒恕。我們就覺得渾身不舒服，我哋覺得咧成身都唔舒服啦。我們不服氣要反抗，我哋要唔服氣要反抗，想要掙扎，想要逃跑，要掙扎逃跑。所以我們其實和那些百姓是一樣的。其實我哋同呢啲百姓都一樣嘅。在11節11節，耶穌進了耶路撒冷，耶穌進咗耶路撒冷，就入了聖殿，仔細查看各樣物件。入咗聖殿查看各樣物件。耶穌並沒有立刻做什麼，耶穌冇立刻做啲乜。耶穌在聖殿的行動是很謹慎的。耶穌喺聖殿行動咧係好謹慎嘅，他沒有衝動，佢冇衝動，他先仔細查考了，佢先去查考，之後才有後面的行動。之後咧先至有後面嘅行動。我們來到第二點，我嚟到第二個點，無花果樹被審判，無花果樹被審判，外表與生命。外表同埋生命。12節到14節，12到14節。前面講到耶穌進到耶路撒冷，前面講到耶穌入咗耶路撒冷啦，是逾越節前的一個星期，係逾越節前嘅一個星期，就是猶太曆的尼散月，就係猶太曆嘅尼散月。那公曆呢，差不多就是3月4月之間。就係咧，我哋公曆嘅3、4月之間，是巴勒斯坦的早春季節，係巴勒斯坦嘅早春季節。之前我讀這段經文的時候就是會有一些疑惑。之前我讀呢段經文嘅時候有啲疑惑，為什麼沒有果子，耶穌硬要去找果子呢？點解冇果子，耶穌硬係要去搵啲果子咧？那上一次米爾媽媽來到的時候就講到無花果樹的品種。上次米爾媽媽嚟到嘅時候咧，講到無花果樹嘅品種。那我這一次又去仔細查一下，我今次又查一下。那就講到說，原來在以色列地區呢，常常有的無花果樹的品種呢，是有2個長果子的季節。原來咧，喺以色列嘅無花果樹咧，佢嘅品種咧係有2個長果子嘅季節。一個是在夏天成熟的正常的無花果，一個咧係夏天成熟正常嘅無花果。另一個結果子的季節呢，就是在早春。另外一個結果子嘅季節咧係喺早春。那這個品種的無花果呢？呢個品種嘅無花果，在早春會結一種叫做青果，喺早春會結一種叫做青果，或者叫做早熟果，或者叫做早熟果。希伯來文呢叫tagi，希伯來文咧叫做 tagi。青果是比較小，也不帶甜的。青果係比較細嘅，同埋唔帶甜嘅。但是對當時的以色列人來講呢，是很重要的一個過渡性的食物。但係對以色列人嚟講係一個好重要過渡性嘅食物，因為在春天的時候，因為春天時候，去年的糧食快要吃完了，佢哋所儲埋嘅糧食就嚟食晒啦，而新的農作物還沒有成熟，新嘅農作物咧仲未成熟喎。
这时候的青果呢，就是穷人、農民，還有呢在外旅行的人的重要食品。所以呢個時候嘅青果咧就係農民啦、窮人啦同埋在外旅行嘅人咧，佢哋嘅食物。有青果呢，就代表這棵樹在夏天呢也會結出真正的無花果。有青果就代表呢棵樹咧夏天仍然結出真正嘅無花果。所以在12節裡，所以12節，耶穌餓了就去無花果樹那裡找。耶穌餓啦就去無花果樹嗰度揾啦，想找到早春的青果來充飢，想揾到咧早春嘅青果嚟充飢，卻找不到青果。但係揾唔到青果。原來呢，這是一棵只有葉子卻不能結果的樹。原來呢一棵咧只係有葉子不能夠結果子嘅樹。那無花果樹呢，我們知道是預表以色列。無花果樹我哋知道係預表以色列。那他們就好像這棵無花果樹，佢哋就係好似呢一棵無花果樹，表面看起來呢是枝繁葉茂的，表面睇起上嚟枝繁葉茂，是很敬虔的，好敬虔。但是內裡呢卻是敗壞的，但係裏邊咧係敗壞，是虛假的，虛假，是不能結果子的樹，係唔能夠結果子嘅樹。所以耶穌咒詛無花果樹，所以耶穌咒詛呢個無花果樹，是咒詛表面繁榮內裡虛假的生命，係咒詛表面繁榮裏面虛假嘅生命。就好像耶穌所講的很多的法利賽人，或者是文士或者祭司，就好似耶穌講好多法利賽人啦、文士啦、祭司。那我們來到第3點，我哋再嚟睇第3點，潔淨聖殿，潔淨聖殿，敬拜的真義，敬拜嘅真義。15節到19節，15到19節。在11節裡面，11節裏邊，耶穌在前一天已經查看了聖殿的各樣物件。耶穌喺前一日已經查看咗個聖殿各樣嘅物件，看到了當時聖殿裡的光景，睇到聖殿當時嘅光景。所以第15節，第15節，他第二次進入聖殿的時候，佢第二次進入聖殿嘅時候咧，他就趕出店裡做買賣的人，佢就趕出店裏作買賣嘅人，推倒兌換銀錢之人的桌子和賣鴿子人之人的凳子，推倒兌換銀錢之人嘅桌子同埋賣鴿子之人嘅凳子。為什麼在聖殿裡會有兌換銀錢和賣鴿子的呢？點解喺聖殿裏邊有兌換銀錢同埋賣鴿子呢？根據摩西律法，根據住摩西嘅律法，凡20歲以上的都要給耶和華交這個贖罪銀，20歲以上嘅都要俾耶和華交呢個贖罪銀，是半舍客勒的，係24客勒。而那時的以色列人呢，是被羅馬統治。嗰時嘅以色列人咧係俾羅馬統治，他們用的錢上面呢是有羅馬皇帝的頭像的，佢哋用嘅錢咧係上面係有羅馬皇帝嘅頭像，所以被認為這個錢是不潔淨的。所以佢哋認為呢個錢唔潔淨。那來到聖殿的人呢，必須把手裡的錢換成符合聖殿規矩的這個聖殿銀幣。所以嚟到聖殿嘅人咧，必須要將佢哋手頭嘅錢咧換響聖殿嘅規矩嘅錢。那鴿子呢是窮人獻祭獻不起羊羔，係鴿子咧就係窮人嘅獻祭，佢哋獻唔起羊羔，就可以用鴿子來代替，就用鴿子代替啦。但是很多人從外地來到聖殿獻祭，但係好多人咧喺外地嚟到聖殿獻祭，在長途跋涉當中，動物是很容易死亡的。長途跋涉當中咧，佢哋帶嚟嘅動物咧係會好容易死亡。而且呢，有可能他們帶來的祭物呢是不符合獻祭的要求。有時候咧，佢哋帶嚟嘅祭物咧係唔符合獻祭嘅要求，所以呢就必須購買，所以必須要購買啦。當我們明白當時的時代背景，當我哋明白當時時代背景，我們可能會覺得兌換銀錢和賣鴿子都是很合理的呀。我哋以為咧兌換銀錢同埋賣鴿子都好合理啊，就是方便大家來獻祭，但係方便啲人嚟獻祭嘛，有什麼不好？有咩唔好啊？但是在歷史資料的記載當中，但係歷史資料記載當中，我們知道這些買賣不是什麼人都可以來做的。我哋知道呢啲買賣唔係咩人都做得，只有大祭司的家族可以來經營，只有大祭司嘅家族可以經營，因為只有他們才可以來判斷你用的錢是不是合乎規定。因為只有佢哋先可以判斷你用嘅錢合唔合規定。你獻的鴿子牛羊合不合規矩？你所獻嘅鴿子牛羊合唔合規矩？那慢慢的呢，這就變成了祭司家族用來賺錢的一盤生意。
漸漸咧變成祭司嘅家族咧用嚟賺錢嘅一盤生意，不是為了獻祭，不是為了敬拜神，唔係為咗獻祭，唔係為咗敬拜神，而是為了賺錢。而係為咗賺錢。所以17節耶穌在這裡講，所以17節耶穌就講啦，我的殿必稱為萬國禱告的殿，佢殿必稱為萬國禱告嘅殿。你們倒使它成為了賊窩，你哋倒使它成為賊窩。這個殿應該是萬國，不只是以色列人，還有外邦人敬拜上帝的地方。呢個殿咧係萬國，唔單止以色列人，係外邦人都要嚟敬拜神嘅地方。但是呢，卻變成一個利用信仰來獲利的地方。但係變成一個利用信仰嚟獲利嘅地方。耶穌說：這是我的殿。耶穌話：呢個係我嘅殿。他很看重在殿裡的敬拜。佢都看重咧響殿裏邊嘅敬拜。他愛他的殿，佢愛佢嘅殿，所以他很痛恨這個地方成為交易的場所。所以佢好痛恨呢個地方成為一個交易嘅場所。那我們今天也要很小心。我哋今日都要小心。我們也有這個殿，我哋都有呢個殿。可能是我們的教會，可能係我哋嘅教會，也是我們的身體，亦係我哋嘅身體。因為新約講到我們的身體是聖靈的殿。因為新約講到我哋嘅身體就係聖靈嘅殿。那我們的身體是敬拜和禱告的殿呢？我哋嘅身體係敬拜禱告嘅殿呢？還是充滿牛羊鴿子的聲音呢？因為係充滿着牛羊鴿子嘅聲音呢？好，那我們來到第4點。我哋到第4點，無花果樹的枯乾與禱告。無花果樹嘅枯乾同埋禱告。20節到26節，20到26節。在這裡呢是有一個很特別的一個叫做夾心的結構。呢度咧有一個好特別嘅夾心嘅結構。在12到14節呢，耶穌咒詛無花果樹。12到14節，耶穌咒詛無花果樹。15到19節，耶穌潔淨聖殿。15到19節，耶穌潔淨聖殿。20到21節呢，就看到無花果樹枯乾。21節就睇到無花果樹嘅枯乾。那我們很自然的就會想，下一部分是不是就應該要看到聖殿的結局呢？我哋咧好自然嘅諗啦，下一部分係咪亦都係去到聖殿嘅經文咧？但是聖殿的結局還沒有來到。但係聖殿結局咧仲未嚟到。耶穌就好像是用無花果樹的結局。耶穌好似用無花果樹嘅結局來告訴祭司長、文士和法利賽人，話俾祭司長、文士、法利賽人聽。你們在聖殿的敬拜是徒有其表的。你哋喺聖殿裏邊嘅敬拜係徒有其表。你們若不悔改，如果唔悔改，就會像這無花果樹一樣的，連根都枯乾。就會好似無花果樹一樣，連根都枯乾。在21節，21節，彼得對耶穌說：彼得同耶穌講，拉比，請看，拉比請看，你所咒詛的無花果樹已經枯乾了。你所咒詛嘅無花果樹已經枯乾啦。22節，22節，耶穌回答說：你們當信服神。耶穌回答講：你們當信服神。當我讀到這裡的時候，當我讀到呢度嘅時候，我覺得好像耶穌對彼得的回應是有些所答非所問。我覺得咧，耶穌對彼得嘅回應咧，好似答非所問。彼得對耶穌說：你看無花果樹枯乾了。彼得同耶穌講：你睇無花果樹枯乾啊。耶穌沒有說對啊，我就是有這樣的能力。耶穌冇話係啊，我就有呢個咁嘅能力咯。他說：你當信服神。耶穌就話啦：你當信服神。那我就想到耶穌在前面馬可福音的第8章。我就諗到啦，耶穌喺前面馬可福音第8章。他承認說耶穌你是基督。佢承認啦，耶穌就係基督。但是在這裡呢，他又來稱呼耶穌為拉比。但係喺呢度咧，佢又稱呼耶穌做拉比。拉比呢，就是老師的意思。拉比就係老師嘅意思。所以我覺得耶穌對彼得說：你當信服神。所以我諗咧，耶穌對彼得講：你當信服神。意思是對彼得講，意思係對彼得講：你又疑惑了嗎？你有疑惑嗎？你為什麼稱我做老師呢？點解你會稱我做老師啊？你之前不是說我是基督嗎？你之前唔係講我係基督咩？現在為什麼又在稱我老師呢？依家點解又再稱我係老師？你如果知道我是基督，如果你知道我係基督，你看到這樣的神蹟，你睇到咁嘅神蹟，你就更應該相信我是基督，就更應該相信我係基督，是神的兒子，係神嘅兒子。那接下來呢？
接下來，耶穌就教導門徒禱告的功課。耶穌教導門徒禱告嘅功課。耶穌好像就是看到門徒很羨慕咒詛無花果樹這樣的能力。耶穌睇到門徒咧，好似好羨慕咒詛無花果樹嘅能力所以呢，他就跟這些門徒講，所以就同啲門徒講啦：你想要有一個移山的能力嗎？你想要有移山嘅能力嗎？你想要對無論何人對這座山說，就係無論何人對呢座山說，你挪開此地，你挪開此地，投在海裏，投在海裏。他若心裏不疑惑，他若心裏不疑惑，只信他所說的必成，只信他所說的必成，就必給他成就了，就必給他成了。所以耶穌就告訴門徒，所以耶穌話俾門徒聽：你們想要移山的信心嗎？你要想要移山嘅信心嗎？你想要可以移山的禱告嗎？你想要可以移山嘅禱告嗎？那你就要相信不疑惑。你要相信不疑惑啦。在24節24節講到你要信是得着就必得着，講到你要信必得着就必得着。那接下來呢，耶穌就講到第二點，接下嚟耶穌講第二個點，就是饒恕，就係饒恕。好像我們有了這裡，耶穌就是告訴我們有了這兩點，耶穌好似話俾我哋聽有呢兩點，我們的禱告就可以大有能力，我哋嘅禱告就大有能力，就可以移山填海，就可以移山填海。耶穌常常講到信心，耶穌時時講到信心，比如說他醫治病人，比如話佢醫治病人，他就常會說你的信救了你，佢時時都會講你嘅信救了你。但在這裡呢，除了講信心以外，喺呢度除咗講信心之外咧，耶穌就特別提醒要饒恕。耶穌特別提醒要饒恕，那就是讓我們看見，就要我哋睇到，我們饒恕蒙應允是因為信心。sorry， 我們禱告蒙應允是因為信心，我哋禱告蒙應允係因為信心，也是因為我們願意饒恕別人，亦都係因為我哋願意去饒恕別人。因為26節26節，我們若不饒恕人，我哋若不饒恕人，我們在天上的父，我們在天上的父，也不饒恕我們的過犯，也不饒恕我們的過犯。所以信心和饒恕，所以信心同饒恕是我們在禱告當中，係我哋喺禱告當中很需要的兩個部分。好需要嘅兩個部分。好，我們來到第5點，我哋嚟到第5點，耶穌的權柄被質疑，耶穌嘅權柄被質疑。27到33節27到33節，在27節27節，他們又來到耶路撒冷，他們又來到耶路撒冷。這是耶穌第3次來到耶路撒冷，呢個係耶穌第3次嚟到耶路撒冷，好像他來到又離開，來到又離開。佢好似咧嚟到又離開，嚟到又離開。那這一次呢，耶穌在殿裡行走，今次耶穌喺殿裏行走，祭司長、文士和長老，祭司長、文士、長老就過來問耶穌，就過嚟問耶穌：你仗着什麼權柄做這些事？你仗住咩權柄作呢啲事？給你這權柄的是誰呢？俾你呢個權柄嘅係邊個？那耶穌知道他們來問這個問題，耶穌知道佢哋嚟問呢個問題咧，並不是想要來認識真理，唔係要嚟認識真理嘅，而是因為他們在聖殿的生意被妨礙了，因為佢哋喺聖殿嘅生意被妨礙，他們來找耶穌的把柄，佢哋嚟揾耶穌嘅把柄，所以耶穌就反問他們，所以耶穌就反問佢哋啦。在29節29節，他就問他們說，約翰的洗禮是從天上來的，還是從人間來的呢？佢就問佢哋啦，約翰嘅洗禮係從天上嚟，抑或係從人間嚟嘅咧？你們可以回答我。你哋可以回答我。在31節31節就講到他們彼此商議，講到佢哋彼此商議，所以在他們的商議當中，喺佢哋嘅商議嘅當中，你就可以看見他們沒有一顆尋求真理的心，佢哋冇一個咧以尋求真理嘅心，他們就是在講說，如果我這麼說，他會怎麼樣？如果我這麼說呢，百姓又會怎麼樣？佢哋就係話啦，如果我咁樣講，佢哋會點樣講？我哋如果咁樣講，百姓又會點樣諗？那就看到祭司長和文士，又睇到祭司長同文士，他們怕人，佢哋怕人，怕百姓，
他百姓卻不敬畏神。但係咧唔敬畏神，所以呢，他們就說我不知道。所以佢哋就話啦，我唔知道啊。他們其實不是不知道，其實佢哋唔係唔知道，是拒絕相信，係拒絕相信，拒絕承認約翰的洗禮，拒絕承認約翰嘅洗禮。所以呢，他們也會同樣的拒絕相信耶穌，所以同樣咧，佢哋拒絕啦去相信耶穌，拒絕順服耶穌的權柄，拒絕順服耶穌嘅權柄。所以耶穌對他們說：所以耶穌同佢哋講，我也不告訴你們，我也不告訴你們，因為你們不是尋求真理的人，因為你哋唔係尋求真理嘅人，所以我不告訴你們。所以我唔話俾你哋聽。那第11章讀到這裡，我們就結束了。11章讀到呢度，我哋就結束啦。在這一章，我們看到有各式各樣的人。我哋11章裏邊睇到有各式各樣嘅人。我們有百姓，有百姓，在那呼喊和撒那的百姓，就係呼喊和撒那嘅百姓。有耶穌的門徒，有耶穌嘅門徒，有祭司長文士，有祭司長文士，還有長老，有長老。但是當我們看到耶穌進入耶路撒冷的這段時間，但係我哋睇到耶穌進入耶路撒冷呢段時間，唯一順服耶穌的，唯一順服耶穌嘅，侍奉耶穌的，侍奉耶穌嘅，只有那隻小驢駒，只係有嗰隻小驢駒，他沒有被人騎過，佢冇俾人騎過，他是沒有被訓練過的，即係話冇俾訓練過，也是完全沒有經驗的，亦都係完全冇經驗。但是耶穌要用他，但係耶穌要用佢，他就乖乖的被主來使用，佢就乖乖嘅被主所使用，以致耶穌可以騎上這匹小驢駒，以至於耶穌可以騎上呢個小驢駒，進入耶路撒冷，進入耶路撒冷，成就先知的預言，成就先知嘅預言。當我們今天讀11章的時候，今日我哋讀11章嘅時候，我們都可以來思想一下，我哋都可以嚟思想一下，我們要來怎樣迎接耶穌我們的王呢？我哋點樣迎接耶穌我哋嘅王呢？我們是好像百姓一樣，我哋好似百姓一樣，期待耶穌滿足我們自己的需要，期待耶穌滿足我哋自己嘅需要，期待耶穌來做我認為好的事情，期待耶穌去做我認為好嘅事情，還是像祭司長文士一樣質疑耶穌的權柄呢？或者好似祭司長文士一樣質疑耶穌嘅權柄呢？求主幫助我們，求主嚟幫助我哋，可以像小驢駒一樣的順服神，好似小驢駒一樣嚟順服神。在教會、在職場、喺教會、喺職場、在家庭、在學校，喺家庭、喺學校，有很多事情我們都沒有經驗的，好多事情我哋都係冇經驗嘅，我們沒有做過也不會做，我哋冇做過亦都唔識做，但是沒有關係，但冇關係㗎。只要我們好像小驢駒一樣，只要我哋好似呢個小驢駒一樣，我們順服神，順服神，耶穌就可以借着我們，耶穌就可以藉住我哋成就神美善的旨意，成就神美善嘅旨意。好，我們一起來敬拜我們的神。好，我哋一齊嚟敬拜我哋嘅神啦。